弟兄姊妹平安，弟兄姐妹平安，我哋一齊祈禱。我們做個禱告。天父，我哋多謝你嘅恩典，天父，我們感謝你的恩典，你帶領我哋弟兄姊妹一齊嚟到你嘅殿裏邊嚟到敬拜你。你帶領我們弟兄姐妹來到你的殿中來敬拜你。主啊，願意我哋嘅心都仰望你，願意我們的心來仰望你。我哋專注喺你嘅你嘅榮耀上邊。我們專注在你的榮耀裡面。主啊，我哋亦都求你嘅靈喺我哋當中嚟到幫助我哋。我們求你的靈在我們當中來幫助我們，嚟到明白聖經裏邊你要向我哋講嘅話，讓我們來明白聖經裡面要向我們說的話，使我哋講嘅聽嘅都同感一靈，使講的聽的都同感一靈。我哋恭敬嘅仰望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我們恭敬的仰望是奉主耶穌的名。阿門。阿門。弟兄姊妹，教會交代我講嘅係詩篇第123篇同埋124篇。弟兄姐妹，教會交代我所正道的題目是詩篇的123、124章。我曾經咧分開兩篇詩篇講唔同嘅講章。我曾經分了兩篇的詩篇講了不同的講章。但係一齊講咧就係第一次啦。這是我首次一起來講的。咁所以兩篇詩篇入邊有乜嘢共通點咧？兩篇詩篇裡面有什麼共通點呢？所以咧，我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嚟到講乜嘢叫做明白神嘅旨意。我想跟大家分享什麼叫明白神的旨意，或者係點樣嚟到明白神嘅旨意啦？或者是如何去明白神的旨意？我哋時常都會問我哋自己一個問題㗎。我們常常會問自己一個問題，就係當我哋遇到咩事嘅時候咧，我當哋會話神嘅旨意係乜嘢咧咁？當我們遇到一點事情的時候，我們會問神的旨意是怎麼樣呢？當我哋遇見某啲事情，當我們遇見某些事情的時候，或者我哋唔知道點樣去解決嘅，或者我們不懂怎麼樣去解決，或者唔知道到底應該點樣做，或者不知道怎麼樣去做，咁我哋就話神嘅旨意係乜嘢咧？我們就說了神的旨意是什麼呢？但係神嘅旨意係咪咁樣嚟到等我哋咧？神的旨意是否是這樣來等待我們呢？等我哋去問佢咧？是否等我們去問他呢？咁啦，我哋今日咧從詩篇123篇同埋124篇咧，我哋睇兩個原則。我們從123跟124章，我們看兩個原則。我記得咧，曾牧師咧喺講道裏邊時常都提醒嘅。我記得曾牧師在講道裡面經常提醒，就話請大家咧將你嘅聖經帶翻嚟。請大家將你的聖經帶回來。係咪啊？我聽佢講過啊，係咪啊？我曾經記得他講。所以如果你有聖經嘅話咧，就打開123、124。假如你手上有聖經的話，麻煩你打開聖經詩篇的123跟124。因為咧今日咧我就冇將佢打出嚟啦。我沒有把它打出來。122詩篇呢一段呢15篇詩篇，其實要講嘅咧就話叫做上行之詩。在這裡要講的15篇裡面，我們所謂的上行之詩。咁我跟住講落嚟咧，23篇嗰度咧，大家睇咗個標題嗰度咧，就係講話上行之詩。23章123提到是上面說的上行之詩。然後咧，第124篇咧寫嘅係大衛嘅上行之詩。站在124那個篇章裡面，他提到是大衛的上行之詩。所以咧，我哋諗下咧，好明顯咧，呢兩篇詩篇嘅作者咧，可能係唔同嘅人嚟㗎。很可能這兩篇詩篇的作者是不同的人。不過咧，就係詩篇收集嘅時候咧，佢哋將呢啲詩篇咧係擺埋一齊。但是詩篇在收集的時候，把這兩篇放在一起。我哋睇睇第123篇先。我們來看123。佢話上行之詩。上行之詩。有一個英文譯本咧，係 NLT 嘅英文譯本咧，係話上行之詩去耶路撒冷。在 NLT 這個譯本裡面，這個上行之詩是上行去耶路撒冷。即係話我哋一齊向上行緊啦。所以我們一起向上的在走。咁我哋嘅目的地喺邊度咧？我們的目的地是哪裡呢？我哋目的地原來喺山上嘅耶路撒冷城。原來是在山上的耶路撒冷城。
咁可能跟住有一句問題咧，就係問去耶路撒冷做乜嘢啊？但下一個問題就是說我們去耶路撒冷幹什麼呢？去耶路撒冷做乜嘢？做什麼呢？今日我哋翻嚟教會，咁你係想做乜嘢咧？你今天來到教會，你是想做什麼呢？點解你今日會翻嚟坐喺呢度？為什麼你今天會坐在這裡？佢話我要向你舉目。這裡提到說我要向你舉目。坐在天上的主啊！坐在天上的主啊！嗱，呢句咧，亦都係好多英文譯本嘅翻譯，咁咧同原文咧比較接近一啲。這也是很多英文譯本的翻譯，跟原文是比較接近的。不過咧就唔係好中文啦。但是不是很中文的？因為咧我哋話我向你舉目，咁我哋唔知我哋講乜嘢嘅，所以我哋先有個對象。中文因為我們翻譯嘅時候，假如我們先用我向你舉目，我們需要一個對象。所以中文係話咧，坐在天上的主啊！所以中文是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舉目。我向你舉目。但係咧，如果翻轉頭咧，我哋諗一諗以色列人佢哋點樣講咧？如果我們想一想以色列人，他們怎麼樣講呢？我覺得有可能咧，個以色列人講：我哋要向你舉目。我認為他們會講：我要向你舉目。咁其他嘅人咧都知道坐在天上的主。其他人當然也知道是坐在天上的主。嗱，呢度同佢哋嘅民族性好一樣，係好有關係啦。這跟他們的民族性是很有關係的。因為以色列人信嘅神都係一個。因為他們所信的神只有一個。因為佢哋所以話，佢哋向神舉目嘅時候，佢哋一定知道係邊個。他們提到向天舉目的時候，一定知道是向誰舉目的。咁中國人咧，可能就唔係好清楚啦。中國人可能不太清楚，因為我哋滿天神佛噶嘛。我們是滿天神佛的。嗱，所以當佢哋上行要去耶路撒冷嘅時候，佢哋有一個目的嘅。他們要上行向耶路撒冷走嘅時候，他們是有目的的。而且呢個目的咧係好純粹嘅。這是很純粹的目的。佢係一個。只有一個。我要睇住我哋呢個神。我們要看着我們那位神。佢係坐喺天上嘅主。他坐在天上的主。我哋要點樣睇佢咧？我們如何去看他呢？點樣睇佢咧？如何看呢？睇到好似僕人們望住佢嘅主人嘅手。我們看到好像僕人們的眼睛望着他主人的手。嗱，我哋而家在座弟兄姊妹裏邊有幾多人用過工人㗎？在座不知道有誰用過傭人的呢？我哋睇戲嘅時候咧，見到啲大戶人家。我們在看電影嘅時候看到了大戶人家。係嘛？嗰個主人我睇過一個套一個咁嘅，個主人攞起個茶杯。我記得有一次看到一個節目，呢個主人拿起茶杯，下邊咧就有人講送客，下面就有人說送客，係咪啊？有冇睇過啊？大家記得大概係咁啊。嗱，點解啊？為什麼呢？因為個主人攞起個茶杯嘅時候，因為那個主人拿起茶杯嘅時候，個僕人就知道佢要請個客人離開啦。他就知道那個主人要請個客人離開了。點解合作得咁好咧？嚇？為什麼合作得這麼好呢？咁你教咗佢10年、20年，咁嗰個細路咁先至由細學到大，學識主人原來咁樣做嘅時候咧，就係想送客。他可能已經學了10幾20年，他好像小孩子已經習慣經過長期的教導，這個是要送客的意思了。嗱，喺聖經裏邊咧，我哋中文翻譯唔到嘅，呢個僕人咧係眾數嘅。在聖經裡面，我們中文是翻譯不了的，因為這僕人是眾數的。咁即係話呢個大戶人家有好多僕人企喺度。這大戶人家肯定是有很多人站在旁邊。可能一個係負責送客，可能一個是負責送客的，一個係負責斟茶遞水，一個是添茶的。所以每一個人有每一個人唔同嘅責任。每一個人都有他自己獨特的責任。咁所以佢哋為咗要幫主人達到主人嘅目的嘅時候，他們為了替主人達到他所需要的目的的時候，咁僕人嘅態度應該係點樣啊？僕人的態度應該怎麼樣呢？聖經話，聖經說，僕人我哋講過話，
睺住主人隻手點樣喐。仆人需要盯着那個主人的手怎麼樣去動的。可能佢攞起茶杯，他可能拿起茶杯，或者隻手點樣擺一擺，他的手或者晃一晃，咁佢就知道主人想做乜嘢啦。他就知道主人需要做什麼了。所以僕人喺嗰度嘅責任係乜嘢啊？那個僕人在那個時候的責任是什麼呢？係明白主人喺唔同嘅時間佢所俾嘅指令係乜嘢，就是明白主人在不同的時間，他所指的指令是什麼。而僕人嘅責任就係睇住佢，僕人的責任就是看着那個主人，唔使等主人講話斟茶，不用等到主人說添茶了，唔使講主人唔需要講一句話，佢就可以做到主人要佢做嘅嘢。到主人甚至不用講一句話，那個僕人就知道幹什麼。另一個例子，另外一個例子，好似使女嘅眼睛好像侍女的眼睛，點樣望住主母嘅手？怎麼樣望着主母的手？妹仔婢女跟住嗰個主人，跟着那個主人望住主母嘅手，又係要等候主母俾佢嘅命令。望着主母的手，也是等待主母給他的命令。我相信大家咧都係好成功嘅人。我相信大家都是很成功的人。嗱，喺你嘅家庭，在你的家庭，喺你嘅工作，在你的工作，喺你嘅專業，在你的專業，或者甚至係你讀書，或者你讀書，唔同嘅人喺我哋嘅生活環境裏邊，不同的人在我們生活的環境裡面，今日能夠行到去你嘅位置，今天能走到你現在的位置，總有你自己努力嘅地方，總有你自己努力的地方，係咪啊？對嗎？請問你喺你嘅工作上邊，請問你在你的工作上面，你會唔會時常都一日24小時走去問下老闆，問你嘅老闆話，喂，應該點樣做啊？咁你會不會每天24小時就問你老闆應該怎麼樣做呢？唔會㗎，係咪啊？應該不會吧？你因為你對你嘅專業已經有好多嘅知識啦，因為你對你的專業已經有很多的知識，你亦都知道喺乜嘢場合應該要點樣做。你也知道在什麼場合如何去做。你做餐館嘅時候，你做餐館的時候，如果廚師等到要出餐嘅時候咧，先至問下嗰個大師傅話：喂，應該點樣炒啊？咁那個廚師要等到出餐的時候才問了大師傅如何去炒的話，咁我相信咧，佢就會炒魷魚啦。他肯定會被炒魷魚了，唔係點樣炒菜。不是怎麼樣炒菜了。嗱，每一個人，我哋喺我哋嘅專業入邊都被訓練得好好。每一個人在我們的專業裡面都被訓練得很好。我哋有處變嘅能力，我們有處變的能力。我哋知道乜嘢時候應該做乜嘢。我們在不同的時候需要幹什麼？有時我哋可能會需要去問一啲意見嘅。有時候我們需要去問一些意見，係嘛？或者唔清楚嘅，我哋問清楚點樣做。或者不清楚的時候，我們需要問清楚。但係咧，問完意見之後咧，最後都係邊個做嘅？但是問過意見以後，最後還是誰在幹的？係咪都係你自己做決定啊？還是你自己要做決定的？嗱，所以我哋要睇睇我頭先講個例子同呢個僕人睇住主人嘅手，所以我們要看看這個例子，那個僕人看着主人的手，或者婢女睇住主母嘅手嘅分別啦。或者侍女看着那個主母的手的分別。因為當佢哋咁樣睇住嘅時候，佢哋絕對唔係要問你乜嘢意思啊咁。他們在看的時候，絕對沒有意思說在問那個主人或者那個主母是什麼意思的，而係等候主人點樣嚟到發命令，而是在等待那個主人在發命令。所以弟兄姊妹，當你有一日你要問神啊，你嘅旨意係乜嘢嘅時候咧？弟兄姐妹，假如你有一天你要問神的旨意是什麼的時候，當你問呢一句話嘅時候，你係將神當做神俾你一個勸告啊？你在問這個事情的時候，你是想神給你一個勸告嗎？或者俾你一個提醒，還是給你一個提醒？然後你就照自己想做嘅去做啦。然後按着自己想做去做呢？
弟兄姊妹，原來要睇神嘅旨意嘅時候，原來弟兄姐妹，我們要看神的旨意我哋要的時候，等嘅係神，你要我做乜嘢？我們要等待神，你要我幹什麼？我哋點知道神要我哋做乜嘢？我們怎麼知道神要我們做什麼呢？我頭先講過嗰個服侍主人嗰個後生仔，我剛才提到那個服侍主人的那個年輕人，經過咗好多年嘅訓練、他是經過很多年的訓練、實習，實習，佢知道主人嘅每一個動作他知道那個主人的每一個動作代表嘅係乜嘢。代表是什麼意思。弟兄姊妹，弟兄姐妹，你對明白神嘅旨意係點樣啦？你對明白神的旨意是怎麼樣的呢？我哋明白神嘅旨意嘅時候，係咪預先學習到知道神嘅旨意要係乜嘢呢？我們在問神的旨意是什麼時候，是否已經預先已經懂得神的旨意是什麼呢？然後當有乜嘢事情發生嘅時候，然後當有什麼事情發生的時候，我哋就使一神隻手指點樣喐一下，我哋就知道神想點樣做啦。我們看到神的手指在轉一轉的時候，我們知道怎麼樣去做了。咁我哋點可以知道神嘅意思係乜嘢啊？我們怎麼知道神的意思是什麼呢？多謝主，我哋今日有聖經啦。謝謝主，今天我們有聖經，因為神嘅旨意，神喺我哋身上嘅旨意係清清楚楚嘅寫喺聖經裏邊俾我哋知道。因為神的旨意，神在我們身上的旨意是清清楚楚的寫在聖經上面的。問題呢？問題呢？係你知唔知？是你知不知道？我哋到有需要嘅時候先至去問神嘅旨意啊？我們是否等到有需要的時候才去問神的旨意呢？或者我哋已經知道神嘅旨意係乜嘢啊？我哋睇佢點樣指導我哋去行啫嘛？或者我們知道神的旨意是什麼，我們就看的他如何去指導我們。對唔住，唔係指導，而係吩咐我哋去行。對不起，應該是吩咐我們。當我哋要明白神嘅旨意嘅時候，話我應該點樣做？我們要明白神的旨意的時候，就說我們要怎麼樣去做。當呢個婢女或者僕人學識咗呢件事嘅時候，這個侍女或者這個僕人學會了這個事情的時候，佢哋所要做嘅，他們所需要做的係遵行佢主人俾佢嘅命令，是遵行這個主人給他的命令，冇需要選擇，沒有需要選擇的，完全嘅照住主人嘅意思去做嘢，完全照着那主人的意思去做的。弟兄姊妹，我哋明白神嘅旨意嘅意思，弟兄姐妹，我們明白神的旨意的意思，我哋清楚神嘅計劃係乜嘢，我們清楚神的計劃是什麼，我哋清楚神嘅心意係乜嘢，清楚神的心意是什麼，然後喺有需要嘅時候，我哋照住神嘅心意去做。在有需要的時候，我們就照着神的意思來做。嗱，我哋如果再睇落去第123篇下邊講嘅信息係乜嘢咧？我們再來看123篇下面的信息是什麼？我哋嘅眼睛亦都照樣望住耶和華我哋嘅神，我們的眼睛也照樣望耶和華我們的神，直到佢憐憫我哋。直到他憐憫我們。乜嘢意思咧？這什麼意思呢？有一個翻譯咧，將佢翻譯做向我們施恩。有一個翻譯是翻譯成向我們施恩，即係話我喺一個好壞嘅環境裏邊，就是意思說我們在很壞的環境裡面，神點樣嚟到拯救我哋？神如何來拯救我們？神點樣嚟到俾恩典我哋？他如何給我們恩典？嗱，我哋咁樣睇落去嘅時候咧，我就會諗咧，呢一篇詩篇到底喺乜嘢時候寫嘅？我們在看下去嘅時候，我在想，這個詩篇在什麼時候寫的？嗱，第3節佢話耶和華求你憐憫我們，憐憫我們。第3節提到耶和華求你憐憫我們，因為我哋被藐視已到極處，因為我們被藐視到極處了。那些安逸人嘅譏誚同埋驕傲人嘅藐視已到極處。那是安逸人的譏誚和驕傲人的藐視。我哋喺嗰個環境裏邊已經係去到好似地底泥咁，地下嘅泥一樣啦，完全冇價值噶啦。
那個處境就好像我們這地上的泥巴一樣，我們是沒有價值的。神，我哋應該點樣做？神啊，我們如何去做呢？所以我諗呢一篇詩篇可能係以色列人喺佢哋被流放到巴比倫嘅時候，佢哋所寫嘅詩篇。我在想，這個詩篇可能是以色列人他們被流放在巴比倫的時候寫的。當佢哋去到巴比倫嘅時候，他們去到巴比倫的時候，唔可以敬拜自己嘅神，他們不可以敬拜自己的神，要去敬拜外邦嘅神。他們需要去敬拜外邦的神。佢哋被取笑、被凌辱。他們被取笑、被凌辱。你話你哋嘅神好犀利咩？他們說你覺得你說你的神很厲害。你而家亡國奴，你們都是已經亡國了。你嘅神喺邊度啊？你的神在哪裡了？你仲信佢嚟做乜嘢啊？你為什麼要相信他呢？你哋信佢做乜嘢啊？你為什麼還要相信他呢？以色列人嘅反應係點樣啊？以色列人的反應是怎麼樣呢？我哋仰望我哋嘅神。他們說：我們仰望我們的神，直到佢施恩。直到他施恩。唔係話神啊，你嘅意思係乜嘢？他不是說神啊，你的意思是什麼？而係話神啊，我睇住你，睇你幾時救我。而是說神啊，我看着你，看你什麼時候來救我。明白神嘅旨意，明白神的旨意係我哋平時對神嘅話語嘅熟悉，是平常我們對神的話語的熟悉，同埋學習，還有學習，或者聖經講嘅認識、知道神嘅律例、誡命、典章，就是認識神的律法、律例典章。然後喺我哋碰到我哋冇辦法控制嘅環境嘅時候，當我們碰到沒辦法控制的環境的時候，我哋等神嚟到施恩俾我哋。我們就等待神來施恩給我們。等神嚟到從佢嘅話語裏邊嚟到俾我哋知道，我哋應該點樣做嘢。讓神從他的話語裡面教導我們如何去做。所以弟兄姊妹，明白神嘅旨意，弟兄姐妹，明白神的旨意係一個重點，是一個重點，係知道神嘅計劃，知道佢嘅心意，就是知道神的計劃，知道他的心意，然後等候對我哋有用嘅命令，然後等候對我們有用的命令，等候佢幾時就落命令，等候他什麼時候下命令，我哋就可以去執行，我們就來執行神嘅旨意。執行神的旨意。124篇跟住落去講，我們再來看124篇，呢位係大衛嘅上行之詩，這是大衛的上行之詩，所以話係大衛寫嘅。這是大衛寫的。所以大衛寫嘅時候咧，我哋諗一諗大衛王佢嘅經歷係點樣咧？我們再想一想，大衛王他本身的經歷是怎麼樣的？大衛王喺做皇帝之前咧，其實幾坎坷噶。他在做皇帝之前是很坎坷的。啊，俾佢嘅大老闆掃羅王咧追殺咗10年。他被他的大老闆掃羅王追殺10年，到處走，到處匿埋，到處跑，到處躲。佢嘅幫助從何而嚟？他的幫助從何而來？所以可能佢寫咗一篇咁嘅詩篇。所以他可能寫了這樣的詩篇。啊，但係中文嘅翻譯咧，亦都係有少少唔同啊。但是中文的翻譯也有一點不一樣。其實翻嚟嘅時候咧，好似係咁講噶。佢係先講，若不是耶和華幫助我們。翻譯的時候應該說，若不是耶和華幫助我們。以色列人要說。以色列人要說。嗱，如果我哋諗呢篇詩篇咧，係喺上行之詩嘅嗰一班人入邊咁樣嚟到唱嘅時候咧，大概會係點樣咧？我們在想，如果這是在上行之詩這群人，他們在走的時候，那個情況會怎麼樣？嗱，另外一個翻譯咧，我覺得英文翻譯本咧就係可能翻譯得比較好啲嘅。我認為英文的翻譯本可能會比較好。咁咧就因為佢嘅翻譯咧係話，如果唔係耶和華喺我哋旁邊，
他的翻譯說：假如不是耶和華在我們旁邊，唔係幫助，不是幫助，而係旁邊。而是旁邊。若不是耶和華在我們旁邊，若不是耶和華在我們旁邊，以色列人要咁樣講。以色列人要這樣講。於是跟住咧，佢哋就話：若不是耶和華在我們旁邊，若不是耶和華在我們旁邊。嗱呢度咧，我覺得咧就好似係有啲咩啊？有啲一唱一和咁樣嘅例子啦。我在這裡感覺到好像一個唱一個和的一個例子。同大家一齊試下好唔好啊？我跟大家來做個示範。我講一次，我講一次，然後大家跟住講一次。然後大家講一次。若不是耶和華在我們旁邊，大家一齊講。大家一起講，若不是耶和華在我們旁邊。雖然我有個咪，雖然我有一個話筒。但係大家啲聲好似，但係你哋多我好多倍人喎。但是你們人數比我多啊！一唱一和嘅意思係，若不是耶和華在我們旁邊，大家一齊講。大家要耶和華在我們旁邊。可唔可以再大聲啲啊？大家大聲一點。啊，好似我咁嗌出嚟好唔好啊？我們要喊出來，好像我一樣。嗱，再嚟一次啊！若不是耶和華在我們旁邊。若不是耶和華在我們旁邊，好啦，請你繼續講落去。你自己再繼續講。你自己將你嘅經驗擺入去。這次你將你自己的當你講話，若不是耶和華在我旁邊嘅時候，你在講嘅時候，你可以用若不是耶和華在我旁邊嘅時候，你跟住會講乜嘢啊？你會講什麼？係咪就係你同埋耶和華之間嘅關係啊？是否就是你跟耶和華之間的關係呢？詩篇好有感情㗎。詩篇是很有感情的。嗱，所以我哋要睇嘅第二個重點，我們所看的第二個重點，點樣明白神嘅旨意啊？如何明白神的旨意？我哋要喺耶和華嘅旁邊。我們需要在耶和華的旁邊。我哋點樣喺耶和華嘅旁邊啊？我們怎麼樣在耶和華的旁邊呢？呢個就係我哋講噶啦，我哋跟隨主耶穌基督啦。就是我們所講的，我們跟隨主耶穌基督。第一，我哋要明白嘅，我哋喺耶和華喺我哋旁邊呢？我們所需要明白的，是否耶和華在我們旁邊呢？唔係我哋去到邊度，耶和華就跟住我哋去到邊度。不是說我去到哪裡，耶和華跟着我去哪裡，而係耶和華行喺邊度，而是耶和華走在哪裡，我哋就跟住佢去到邊度。我們就跟着他去哪裡。我哋跟住佢嘅話咧，我們跟着他的話，佢就永遠都喺我哋旁邊啦。他就永遠在我們旁邊。如果我哋想佢跟住我哋嘅話咧，假如你想他跟着你的話，有冇可能咧？有沒有可能呢？可能有人覺得有可能嘅。可能有些人覺得是可能的。我5歲嘅孫就識啦。我5歲的孫子就懂了。上個禮拜有機會咧，我要同佢出街。上星期我有機會跟他外出，我就擺好個卡士喺度俾佢。我就放好那個車的座位的。佢上車之後咧，佢就堅持唔用卡士。但是呢，堅決不要用那卡士。佢話我大個啦。他說我長大了。我夠高啦，夠重啦。我現在夠重也夠高了。唔用卡士。我就不用卡士。公公會唔會跟佢咧？你認為我會跟着他嗎？我望住佢。我就看着他。佢碌大對眼仔望住我。他也睜開很大的眼睛來看着我。最後咧？最後呢？都望咗2分鐘㗎。我們都對望了2分鐘的。我話你坐唔坐啊？咁我就問他：你還是坐不坐？唔坐翻屋企。你不坐就回家吧。冇得出去。不用出去了。嗱，我哋唔好似細路仔咁同神拗撬。我們不要像小孩子跟神吵架。弟兄姊妹明白，當神喺我哋旁邊嘅時候咧，弟兄姐妹，我們要明白，當神在我們旁邊嘅時候，係佢拖住我哋嘅手行，是他拖着我們的手來走，唔係佢跟住我哋嘅手行。
不是他跟着我們的手來走。所以中文翻譯其實都好好嘅，因為佢睇到結果。中文翻譯還是不錯的，因為他看到結果。若不是耶和華幫助我們，若不是耶和華幫助我們，點解神可以幫助到我啊？為什麼神可以幫助我們呢？我要跌嘅時候，佢喺我旁邊，馬上可以扶住我啦嘛。因為我要跌倒的時候，他在我旁邊就把我扶起來了。唔係我自己走去遠遠嗰度跌咗喺度，要等佢嚟到扶我起身。不是我在遠遠跌倒，要等他走過去來扶持我。呢個係耶和華在我哋旁邊。這是耶和華在我們旁邊。大衛嘅經歷係乜嘢啊？大衛嘅經歷是怎麼樣？如果唔係耶和華喺我旁邊嘅話，若不是耶和華在我們旁邊嘅時候，當人起嚟攻擊我哋，當人起來攻擊我們，向我哋發怒嘅時候，向我們發怒嘅時候，就將我哋活活嘅吞咗。就把我們活活的吞了。弟兄姊妹，有啲乜嘢可以吞咗你㗎？有什麼能把你吞掉的呢？我唔見到獅子老虎係咪？是不是獅子老虎呢？或者見到乜嘢？當大衛喺呢度要講嘅係乜嘢？這裡大衛要講的是什麼？佢點樣吞咗我哋啊？他如何吞滅我們？佢好似波濤漫過我們，好像波濤漫過我們，河水淹沒我哋。河水淹過我們。大家有冇睇過大水啊？大家有沒有看過大水？幾個月前落大雨嘅時候，大家有冇睇睇門口嗰條河嗰啲水點樣流法呢？幾個月前我們有下大雨，大家有沒有看過河上面的水是怎麼樣的？怎麼樣流的？或者睇 YouTube 上面會睇見大雨大水嘅時候，成間屋都俾嗰啲河水沖咗去。在 YouTube 的時候，你會看到大雨大水的時候，那個整個屋子是被水沖掉的。成架車都俾啲河水沖到四處漂流。那是車子被河水漂到四處漂流。大衛係將佢嘅經歷嚟到用一啲我哋冇辦法抵抗嘅力量嚟到描寫佢所需要嘅幫助。大衛就利用這些我們不能抵抗的力量，來顯示他所需要的幫助。當我哋遇到我哋以為、我哋認為我哋自己冇辦法解決嘅時候，當我們遇到一些我們認為自己不能解決的時候，我哋嘅依靠係乜嘢？我們的依靠是什麼呢？我哋尋求神嘅旨意。我們就尋求神的旨意。即係好似話，我跌親啦，就好像我跌倒了，邊個嚟扶我起身啊？誰來扶我起來？邊個嚟救我起身啊？誰來救我起來？可能冇機會啦。可能沒有機會了。大水一沖嘅時候咧，大水一沖嘅時候，冇人可以救到咯。沒有人能救我的。只有當我哋喺神嘅旁邊嘅時候，只有當我們在神的旁邊的時候，只有當我哋冇被沖去嘅時候，只有當我們還沒有被沖去的時候，我哋可以得救。我們可以得救。大衛佢所遇到嘅危險，大衛他所遇到的危險，係佢自己冇辦法解決嘅，是他自己沒辦法去解決的。弟兄姊妹，喺我哋嘅生命裏邊，弟兄姐妹，在我們生命裡面，有冇遇過一啲我哋解決唔到嘅問題？你有沒有遇過有些問題是我們不能自己解決的呢？咁喺嗰個問題出現嘅時候，在那個問題出現的時候，你喺神嘅身邊啦，定係喺神嘅一丈遠呢？你在神的旁邊，還是在他的一丈遠呢？你自己企喺邊個位置呢？你自己站在哪個位置呢？明白神嘅旨意，明白神的旨意，弟兄姊妹，係我哋時時嘅跟隨喺神嘅旁邊。就是我們隨時的跟隨神的旁邊。呢個係神佢對我哋嘅心意。這是神他對我們的心意。所以因為大衛有咁樣嘅認識，因為大衛有這樣的認識，所以第124篇第6節嗰度佢話耶和華係應當稱頌嘅。在124篇第6節提到耶和華是應當稱頌的。當佢哋我覺得詩篇嘅詩人咧，俾我哋好多點樣
好多好嘅例子嘅。我覺得詩篇的詩人給我們很多很好的例子，點樣感恩啊？如何去感恩？稱頌佢嘅作為。我們要稱頌他的作為。喺佢哋講嘢嘅時候，加上讚美。在他們講話的時候，他們加上讚美。讚美神。他們讚美神。點解啊？為什麼呢？因為佢冇將我哋當做野味俾佢哋食咗。因為他沒有把我們當野食交給他們吞吃了。當有動物要吞吃我哋嘅時候，神一手將我哋搲過嚟。當有動物要把我們吞吃的時候，神將我們當水要將我哋沖走嘅時候，神將我哋拉住。當水要把我們沖走的時候，神把我們拉住。神係我哋嘅中流砥柱啊！神是我們的中流砥柱。佢話好似乜嘢啊？他好像什麼呢？好似雀鳥從捕鳥的人網羅裏逃脫。他好像雀鳥從捕鳥人的網羅裏逃脫。啊，捉雀仔，揾個螺冚落去，冚住咗。我們去抓鳥，我們找個網就把它抓了。雀仔俾個網冚住啦。那個鳥被那個網羅蓋住了。點走得甩呢？怎麼樣逃脫呢？兩個可能。有兩個可能。裝網羅嗰個就喺旁邊。就是裝網羅那個就在旁邊。咁咧揭開咗佢，攞隻雀仔出嚟。他打開那個網要取那個雀鳥的時候，咁跟住咧就係 July 4th barbecue 啦。這是呢我們國慶日的我們嘅燒烤了。或者神就喺你旁邊。或者神就在你旁邊。打開個羅將你救出嚟。他打開那個網羅把你救出來。邊一個會嚟先啊？哪一個會發生呢？想燒咗你嘅，或者係救咗你嗰個咧？你認為是要把你燒掉，或者把你救出來那一位？如果神離開你一丈遠嘅話咧？假如神離開你一丈遠嘅時候，會唔會嚟唔切啊？會不會來不及呢？會唔會嚟唔切啊？會不會來不及呢？如果你就喺神旁邊嘅話，假如你在神旁邊嘅時候，一下就揭開啦。他一下子就打開了。我哋唔好話神，我哋可以講話神有超然能力，去到幾遠佢都可以救我。你不能說神有超人的能力，我去得多遠，他能來救我。當然神有咁嘅能力啦。當然神有這個能力。咁你就走去10萬八千里外咁遠啦。這你就離開他10萬8千里以外嗎？嗰個唔係神嘅心意。那不是神的心意。神嘅心意係你喺佢旁邊。他的心意是你在他旁邊。神馬上揭開，或者整爛嗰個羅，等我哋走出嚟。他馬上可以打開那個網羅，讓我們去逃脫。冇辦法之中，神有辦法。在沒辦法當中，神有辦法。弟兄姊妹明白神嘅心意係，我哋要確信神喺冇辦法裏邊，佢係有辦法嘅。我們要明白神的心意的時候，我們要知道神是在沒辦法裏面，他有辦法的。我哋只需要企喺佢旁邊。我們只需要站在他旁邊。我哋得到嘅幫助喺邊度嚟？我們得到的幫助是哪裏呢？因為佢係神嘛。因為他是神。嗱，呢個係我哋對神嘅敬拜。這是我們對神的敬拜同埋仰望和仰望。124篇、123篇，當佢哋上緊去耶路撒冷嘅時候，123篇、124篇是他們上耶路撒冷的時候。佢哋上去耶路撒冷，專注喺神嘅身上。他們上耶路撒冷是為了專注在神的身上，因為佢哋已經遵行緊神嘅旨意。因為他們已經在遵行神的旨意。以色列人每年有3次要去到聖殿嚟到朝拜神。以色列人他們每一年有3次去到那個聖殿來朝拜。所以當佢哋要去耶路撒冷嘅時候呢，所以當他們要去耶路撒冷的時候，唔係去遊玩，他們不去遊玩的，而係去敬拜。他們去敬拜，有目的嘅。他們去有目的的。佢呢個敬拜
他們這個敬拜係遵行神嘅旨意，是遵行神的旨意，因為佢哋清楚嘅知道因為他們清楚的知道，神對佢哋嘅計劃，神對他們的計劃，因為佢哋清楚嘅知道因為他們清楚的知道，神喺佢嘅國家裏邊係幫助佢哋嘅。神在他們的國家裡面是在幫助他們的。弟兄姊妹，我哋今日好似我覺得詩篇裏邊用嘅係一個好比較極端嘅例子咯。弟兄姐妹，我覺得詩篇裡面所用的例子是比較極端的。但係如果將佢哋代入去我哋嘅生命裏邊嘅時候，但是假如你把他們帶入我們的生命的時候，我哋會唔會有一啲經歷係我哋完全意料不到嘅呢？我們有沒有些經歷是我們從來意料之外的呢？係人哋會點樣睇我哋，會點樣攻擊我哋？是人如何來看待我們，如何來攻擊我們？而呢一啲攻擊係我哋完全冇辦法用我哋嘅能力嚟到抵抗嘅啦。這是攻擊，是我們沒辦法用自己的能力來對抗的。咁我哋點呢？那時候我們怎麼樣呢？明白神嘅旨意，明白神的旨意，係從我哋先順服神嘅命令，是從我們先順服神的命令，知道佢係知道佢係咩？23篇嗰度講，知道佢會憐憫我哋，我們是知道他會憐憫我們，知道佢會施恩俾我哋，知道他會施恩給我們，因為我哋跟從佢，因為我們跟隨他我，哋確信神嘅能力我們確信神的能力，喺我哋冇辦法能夠抵擋嘅時候，在我們沒辦法抵擋的時候，佢有辦法。他有辦法。我哋嘅信服同埋我哋嘅信靠，我們的順服跟我們的信靠，係我哋明白神嘅心意嘅兩個主題。所以我明白神的心意的兩個主題。因為當我哋信服佢嘅時候，當我們順服他的時候，喺舊約聖經裏邊同我哋講，在舊約聖經跟我們講，神對以色列人講嘅話係：你哋遵守我嘅律例典章。他對以色列人說：你們要遵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與你哋同在。我就與你們同在。主耶穌基督話：主耶穌基督說：你哋遵行我嘅命令去傳福音，你遵行我的命令去傳福音，將我教導你哋嘅教導弟兄姊妹嚟到遵守，將我所教導你們的教導你的弟兄姐妹來遵守。信服耶穌基督嘅旨意嘅時候，順服耶穌基督旨意的時候，主耶穌基督話：我就與你哋同在，主耶穌基督直到世界的末了。主耶穌基督說：我就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哋嘅神嘅旨意係要我哋信服佢，神的旨意是要我們順服他，遵從佢，遵從他，而唔係聽聽神嘅意見，不是來聽聽他的意見，而係完全嘅信服。而是完全的順服。我哋一齊祈禱。我們一起來禱告。天父，我哋多謝你嘅恩典，天父，我們謝謝你的恩典。你嘅話語係我哋腳前嘅燈，你的話語是我們腳前的燈，係我哋路上嘅光。路上的光。主啊，多謝你指示我哋應該點樣嚟到明白神嘅旨意，謝謝你來指示應該如何來明白神的旨意，就係清楚你嘅旨意，就是清楚你的旨意，遵行你嘅旨意，遵行你的旨意嚟，到跟隨主耶穌基督。來跟隨主耶穌基督。主啊，你就與我哋同在，主啊，你就與我們同在，帶領我哋。帶領我們。我哋多謝你，我們謝謝你，祈禱感謝奉主耶穌基督嘅名。祈禱感謝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門。阿門。